阿达毛姐，准备好了，时间来不及。下一把手。现在个绑架啥顶不得个，是说开张单收入，对俺做连接都还没个，无语的现在阿达就我的事。现在是都说阿达就阿达订票没有过。下一把上，然后你就走吧，不用管了。他们大哥都做他们当的带当我的，而且大哥个人落了钱没钱对了。大哥个晓得吧？用的呢啊，这专门估计落大年票有时间得要打呀。这咋的？有些电视、视频啥之类啥，动作来等着弄票们都，俺人给这个们都把带供应系来去做吧。你猜多久？诸位。现在个没去听，老总不给某个城市里啊，年轻的多啊，本身是这种，阿达天们你第五路，第九的几个，爬钱对吧？在干，前面都是写着这，下面这我做这，对不对？现在没保险别人的啥，都说流量别这么说话，流量没忙起这说话无语。又上了个帽子。他都在弄的起就了，加拿父亲节，加拿大中国什么呢？父亲节了，加拿大年我们做，我做了，这他们也一大家年们做。怎么对？多个收税票应该是去那个多地方干票钱多呀票青年修过来。我那没得在嘛，你做的太不容易。对不对？来，带你去。我特地多地方热气就去地面去啊。我吗？大多个胖大姐我都选过给。阿来不下。你说的。是了呢。我说哦。俺们家可能拍起年东西就过了，每年的现在就不知道啊。近距离的东西是爬进这个样子，呀，带带老汉懂啊。对了，老主播是吧？是说现在流量路个亲戚这么重要，半个在看你别抢到他在视频上沟通。还年就是男朋友的3点没见过，丢了牌去。搬过来看，搬得过100过了，轻轻一点超市。老主播这票可是票对的起来就没说话，说实在。啊，么咯，票对的给这面这里头开在脚就不到，他们对了门个的，搞起来是给他了，是说。这难不能这都干香过，这口味的真掉了，工作。80都没到了。来到家的第二的嘞，妈的！我领着小妹们见多的。你怎么过来？继续也是他在俺说。就是个同事们帮助。啥意思？拉多的，今年。没事，训。今年拉多啊，化妆的下个星期天下，爱情票那是热什么多哎？阿妹，他那些大哥多的么家0几年1的年去我上去哎。啊，以前不是挺牛逼的吗？你妈俺们西边俺别个的什么，觉得有人给这用个牙签的话，他们结冻的年都来的话，说的马主喂，谈个300多都对不对？啊，这个大哥他身上撑个多没？方向盘的水面打，档的水面离合器是油门水面这个身上拧个多哎。啊，俺呢，我那天下都的么那个是你们的，掐着我们哥不领的说去，去接不去喂？没人开大了，确实不，可是真的，就化妆嘛，今天查没？就谈多的么消费，你给这年多的么没点用没多，确实不，你都懂啥个浪漫消费，就价格懂个比较多一点。他多对的，觉得。爱情票上热度没多，看这里都挺下面的。呸！没北京我不懂，我是啥都没得爱情票。北京我不懂，看这里吧没阿达。就是不低哦，没谈个300块的那阿达低哦的。个人做些个，后边那啥子呗，给了周围蛮年好的节目啥子呗。哎呀，我就喜欢你读的么那个想干我，但是干不掉我的样子。你妈这些我去谈这些，我干嘞给不起没？想啦，对吗？
来站起来。不好意思。那到底没得有呀？能干吗？变翻了。大哥要求大现在是说，大哥真的有个好好的，珍惜哦。我给他坐下吧，给这兄弟们坐这个票价多的没多的，没得呀，这你进个选就是，这你选给报车钱，你看告诉，为啥对你讲不是给讲了钱多啊？根本都。对呀，看我告诉报车姐，你看俺路上呢。操，最近越来越低价了，兄弟们。我小明星。米大哥出来跑车耍去。哦。米大哥出来跑车耍去。哎。看中间对啊。呀，他小明星关注的。呀，他说对的。肯定。但我去年没把它吐嘛呗。小明星工作连麦，各地开始下个是的，众人连麦时的开始的关大路的眼过下天，地马关过天都唔多。老总，其实老总我心里是意思的。啊，老总我心里是意思的，我有。这看些个真的老总看些个老实是个人别个人我那中年的些嘛是的。就第一行为，那这那是吃的些个。晚上好，哥，晚上好。这个吃吧。他前面说要连你的话，刷个热气球再连你噻，全他妈连吧都热气球好了呗。啊，对了，这哪里？粉丝你也是意思了。好嘞。粉丝都是个八字，真的你家里都有的，家里，真的老送在家里面。就连粉丝谢谢那个位。啊，粉丝谢谢那个位，连衣食父母也俺你家里人过的是，就你对我嘛的呗。都是粉丝看些，现在粉丝应该的，年粉丝也会有的。我哪里我们粉丝也会有的？啊，年粉丝搞事业哟。让粉丝就是可能爬出家里真的是都有的嘛，等你忙讲的，就他粉丝家里啷个想的，明你记得没完？俺接动的年都有的嘛，爬出家里啷没忙着就出门都。这当然没忙过的，要我热的一年来，真正啥样没那样差的。他们就会当我大家这一面。他们送过不就哎？我这还能拍啥？他股票那个毛不给上个做的没毛不没的，抖音有他家年花今年开始有了。别的我们就年土地的多个，我年几个大陆有的，就那年土地过土多哎。啊，年土地过土多多个，年土地。呀，可以。你欢迎我明宇哥，你点点我你给皮。吃饭开始呢，老呀，那那个都是那边那个粉丝那个老板几个的样过来。粉丝俺在忙我的，你如果切过了呗，直播间那没送东的就对的。哎呀，没送到你东西也没的，那没看些，我人当也没看些有的。有么多哎？多个哦，叫人长得快有。来噻。那让的。这是旁边说的那些前面呢，我说你们把这个现在的看了对我的那些有多对不对？这边的。是你俺说俺找个月。这真不对。是你跟今天老总说的吧？工作说俺找个月。你选给们当嘛的呗？啊，选哎。我选俺们送给打好多年。那是。我呢，你给，你土地来过的，连年土地进来。呀，那怎么了？让土地引进呀？俺土地给，俺土地给你买。啊，俺土地啊，其他半个年土地，你看就其他半个年土地了。年土地其他半个人，这都嘛呢？姐，觉得就这样搬过去的，怎么了呀？累不多。俺没土地给你买。啊，就是抖音啊，200连对才黄抖音，600张就100连对才高，个人连对。
你们两对小姐黄队赢，其实小明星俺现在干这当这个事。啊你啊这妈的都个那个，我你们两对小姐黄队的刚才沟通好那局面。看住菜路家从那点咋是家呀，他局面，你是那所以呢给局面，搞他。好嘞。小兵呢，俺嘞下次你节目。这大的没得那好嘛的，谁说有的？啊，来，选一把这个。这。来，给你，你别给给你嘛的。来，来，这小明今天叫三角形水哦。一个垃圾嘛的，一个垃圾嘛的。来，3票吧。感谢老大。多哥他妈是贵的。票没有的话就是闭嘴哦。怎么，那个娘鸡的兄弟就不要打兄弟，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有的话哪怕一个墨迹有的话，现在上一下看出去哪怕菜里过去哪怕，怎么大几个扎西怎么了？兄弟就知道挣钱哪怕菜里过去哪怕，看出家长看了，怎么大几个开心男孩打不过这样不要说兄弟，发誓这样不要说哦，大哥在实力是等着马子们怎么俺了别离个实力有，俺那等着那开练过那俺练头上马的。哎呦，这个真的，感谢。每个觉得当主播真的是嘛，我们觉得就真的希望我们做那做，我们做那。好的，OK。真正嘛，希望做那，感谢。就是有点你。在工作上，很多研究的，那拉开嘛的谁觉得谁要嘛的嘛，都那个。感谢。大部分的那大部分，感谢做些嘛。感谢不拿走的五人家干了，特级那不拿走，特级，感谢，欢迎我大哥，感谢不拿走，特级，不拿走谈的，这个是家长啊，如果启动机器了家长啊，如果启动机器了家不拿走，家长啊，如果启动机器了家，特级不拿走，特级，感谢。加油啊！看着学习心中嘛，感谢嘛，学习心中嘛，这个神秘人2阶是啥意思？就冲神秘人多的嘛，冲多的话会升等级吗？来，家人们，每人对一个小心心帮老对过小加整，兄弟们。冲多的话就会升等级是吧？看多哥的票，他懵了。对哦，哎呀哥，现在不用开那个，有个那个呀哥，看在直播伴侣年纪虽然多少了，我蛮这不那个叫啥匿名号啥似的。老总不要这样看着笑子。走欢西藏50强吧，应该有。再打还是现在单挑兄弟们，多哥和这些那个叫啥？这些都给单挑呢，这麻烦的很，对不对？不是这个武器以上大哥玩神秘人哦。小明星，我的拉票码今年1600多，我有的这个，我帮他，帮谁呀哥？这个帮谁呀？这一个没来吗？他给来说，多哥好的呢这个。等给来说个，等给来说，他那样拉去。家长还有40秒，现在不用破，兄弟们。57票，真的会拉票还是我来。不帮，但是你个能够俺热气就去刷嘛，就碰碰的刷，俺嫌多，俺兄弟真多的，应该是我哪个地方多的么做错了，兄弟们。明天开始我回归了，明天开业嘛，这个，明天不是开业吗？开业加回归，好的那个，OK 了 ，OK， 慢慢的有。那家人们，多的毛的告诉你们的，有没有歌曲团那边破个白，兄弟们？不破白不做惩罚，破个白，兄弟们，有没有？
感谢我灯哥哥，感谢我哥。咱这钱多的么俺都不懂。灯哥这个生日票多的么多个其实多个他觉得么凶哎呦妈的都多个发呀妈的可多的么给的。感谢哥灯哥，感谢，破费了哥破费了。哥灯哥有没有生日票多的么家人们多的么给多个上一点的，不然的话他们两个单挑一下俺特别死过。他们两个单挑兄弟们，感谢灯哥哥，感谢。过去，觉得就这一点，你狗，妈的，俺有妈的，我真没有，你那俺刚才第一名的人呢，哎，第一名完成，我学习等过，我把你当成兄弟，你不给我饭吃，感谢哥，破费了，感谢我灯哥哥，感谢哥，破费了哥。那这帮人大家说真的，这里我有点赶紧去，我接他了，接就没那么的，估计到没有接。这拿老街坊两次的，你不玩的一个老街坊的呢？我们那就不懂。别，来了点多啊！哎，有了，来，有他啥有？老总选谁？俺有妈的啊！俺这小明星嘛，肯定。啊，我也看咋了？好嘞。呀，阿伯在嘞，哪有？当过光但俺直播嘛这边控制蒙古这个不得看住收入过这个剥削型他做的说的别的。前面的话是说票价嘞，嘉年华的抖音和接下来实际有时的了朋友把钱露出点进过来，年嘛人都把拉着背到欧洲过来，这拉钱俺给的金边俺这些点年的，但没有过的这。压力上。说明把这检查手机的话，这些个是这个把这当过人的夹起了位置，到底边的票价来没多啊？看不是票价是交不的，老板乐的看看不到的这的话，说票价来没就是把说公交人民交不实际边大的，票价是对他信息价那么的，如果低调才钱。直播那罗里啊，怕做巡山巡不了，阿妹罗大的这老表嘛的快这个，怕做主播的话，怕做互相底线尊重来交的，但是这到底对的。一个兄家人们看不是就比较嘛，看不是就把直播了，多钱播了就把大数对我这个，说那个来录取那啥呗是多啊，干不是都。没办法，看不干个下噻，把都是噻，把加过去都说干地就赔呢，说人家哪么讲地面都是贵，干不都当然的交起来，看得到。老总当过地过不？他说，俺出过不的，俺那过不的过。伢了嘞，光就是民族话票加上被美国过了的。这东国家了啦，本钱的是可叫那我们说的了是，你都伢在这了，可能伢走带着马钱，我们马上收到了马的钱呢。啊妈，不要加他们，伢走的，马个钱你他妈都，我一个这么就行。感谢大哥大姐们。这个米哥要回了啥不做？咱这明年嘞票老多啊，小明星嘞。我每年来的。我说拿的票对了，老板刚刚知道说我啥了呢？老板嘛这样。其实俺谢谢杨生当初话小明星工作。那点话没得，那点。杨生，你这家伙啥是搞的呗？工作。没个那点是俺的，那点。大哥，工作这个有嘛的喂？คุณนี่单挑的。俺哪里看这里是？คุณนี่有嘛是的？工作是。呀，咱就这怎么解释的？妈的，整把的这个头不了，这个看进去的。我跟你讲，小明星东西。这个看进去的，这个他们在看进去的，小的也妈的。拍去的，其他动不动。对。我做回归我也不知道。但其实别把其他单叫你几岁说话是对，其他单没说话，下来个别八十都说话。手机大睡觉说，你手机加速啊！你手机加速，你手机加速是就睡觉说手机，睡慌着懒觉觉的，
河南人嘛，你讲不？年手机加州，年手机加州是的什么？广州的南州个几个？河南嘛，你第二的，这是嘛？脑子嘛？我们过路小明星，人家觉得事情过路，你找我老婆，多个老婆不走，我每天给你10万块钱是过路。小公交还是跑多啊？是不是？起码别把其他人对吧？把小姐有啊，或者别把其他人你别把就把别下来干别走，别把个其他老家的交通啊，你想的那是怪钱，俺别东北那现在就都是，呀，小嘛都是。你跟我讲嘛，你这边你也别人叫的，好看多啊！咱们这小那这个你看咋的噻？你说小了几熊个去，说这个是亚瑟熊就完，我讲俺这边几我给写。